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0年3月4号。這一期啊，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啊。實際上這幾天胡適也沒什麼好說的。自從美以啊對伊朗進行混合雙打以來，全球股市啊正好找到借口了啊，都在往下走啊。找到了一個发泄口，趁機啊借坡下驢。在我看来啊，至少胡適啊是借坡下驢啊。沙灘上建高樓，如果好好的塌下來，這個有點莫名其妙。現在趁着這個對吧，中東這個局勢一頓亂跌，胡適全天呈現低開低走格局，三大指數集體收跌，市場情緒低迷，受中東地緣衝突升級影響，特別是伊朗控制霍爾木斯海峽並威脅摧毀通過船只的消息，不讓一滴油運出霍爾木斯海峽。這是伊朗呢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那個什麼司令說的吧？全球能源供應鏈警報拉響，引發資金恐慌出逃。今天一開盤呢，上證指數就一路下探，最終收入4082點，下跌了 1.26%啊。深成指啊跌了 0.67%， 創業板指數跌了 1.16%， 科創50跌了 0.2%。最主要是兩市成交額啊已經低於2萬億了，1.99萬億，比昨天啊那縮量那是非常明顯啊，一下少了6-7千億啊，顯示資金觀望情緒濃厚。北向資金全天淨流出25億元，內資主力資金淨賣出880億元，也就是都在加速流出啊。對於金融消費者來說，那簡直是慘不忍睹啊！兩市上漲家數1450家，下跌家數高達3950家。這個領漲板塊軍工裝備和電網設備逆勢走強，而前兩天比較強的這個航運港口、煤炭、貴金屬、石油、燃氣、白酒等集體回調。這個三桶油啊，今天一度跌停，对吧？前两天是漲停2天，今天玩跌停，帥不過3秒啊！今天啊，這個兩市啊漲跌的中位數是下跌 2.2%， 也就是一半的股票啊跌幅在 2.2% 以上。再加上昨天我記得是中位數是 3. 幾，前天也是下跌，也就是這個美國以色列對伊朗實行這個混合雙打以來，這3個交易日，金融消費者知道了什麼叫資本市場，什麼叫天有不測風雲，對吧？什麼叫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很多小散戶啊，本來啊今年恐怕略有盈余啊，对吧？就是1月、2月啊，結果這3個交易日基本上吐乾淨了啊，已經吐完了，充分的體會到什麼叫賺錢如抽絲啊，賠錢如山倒。但是不光是胡適啊，這2天啊，這個全球資本市場都差不多，尤其是那個韓國啊，我看了一下啊，韓國指數啊，由於它今年漲得比較大，創了新高，所以它回調也厲害，不含糊啊，一點都不含糊，2天跌了 20%， 指數啊，你說加槓桿的這些人估計是褲衩子都賠掉了，短短2天啊，指數跌了 20%， 多次熔斷，所以說啊，這個資本市場啊，就不是小散戶在裡面發家致富的地方。當然了，這2天社交媒體上啊，尤其是抖音上面發那個哭的啊，發那個要找特朗普算賬的很多，我看有很多小散戶啊，扬言要去美国找特朗普算賬啊，這種東西就多了。散戶的投資者的心情可以用史詩級割裂和一地雞毛來形容。微博、知乎、小紅書、抖音等平台充斥着對行情的吐槽，許多投資者將下跌歸咎於中東地緣衝突和資金外流，感慨全球投資者都成了韭菜。大 A 這行情真是應了那句老話，一頓操作猛如虎，收盤一看心裡堵。還有網友說啊，躲得過14，躲不過15。現在加上一句啊，你躲得过15，你躲不过16啊。哈梅内伊啊走了，伊朗为哈梅内伊要舉行40天的全國哀悼，不知道這個資本市場要為哈梅內伊啊準備買單買到什麼時候，要哀悼多少天。還有網友說啊，吃麵吃噎着了，就是關燈吃麵啊都吃噎着了。我感覺這個美國以色列的導彈啊，精準的擊中的是韓國股市啊，2天 20%。總之啊，這3天讓這個很多本來這個信心爆棚、信心滿滿的金融消費者感受到了資本市場的這種反復無常，受到教育啊。但是考慮到這個俄羅斯啊侵略烏克蘭這戰爭，你對比一下啊，如果是因為戰爭它下跌，那麼它隨着戰爭的這種初期啊，這種嚇人這種突然出其不意啊，這個階段過去之後啊，它還會回來，這個大家要
相信啊，就是說如果这個股票好的話，它的業績好，它是完全可以回來的。也就是說，反而是你低吸的一個好機會，對吧？也或者叫倒車接人、誤殺。但是有很多股票它不是的啊，它不是業績，它不是基本面，對吧？它的上漲是靠講故事，純靠這個忽悠詐騙，這種上來的，你不知道它能不能下去之後啊，它能不能上來，這個就不好說了。你要賭它上來，很有可能就賭錯了，它就不上來了，對吧？真正的好股票，那現在這種下跌，那叫錯殺，錯殺反而是，對吧？是逢低吸入的好時候。當然，在我的看来啊，胡適就不具備這樣的股票。胡適它下跌到3000點都不叫錯殺啊，那都屬於叫價值回歸，對吧？再來幾個跌停，它都是屬於正常的啊，屬於擠泡沫。資本市場其實沒什麼好說的啊，因為全球股市都在暴跌。這個高盛的 CEO 啊，他說伊朗戰爭的市場反應意外溫和，仍需數周時間消化衝擊。高盛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大衛·所羅門當地時間周三表示啊，目前金融市場对中東衝突的反應較為溫和，要全面了解當前局勢，可能還需數周時間。目前有很多未知因素，所以很難做出推測。所羅門在悉尼舉行的一場商業峰會上如是說道。他還補充說啊，投資者正在考量這場衝突是否會演变為更持久的事件，以及是否會開始影響消費。在美以對伊朗發動襲擊後，國際油價立即飆升，美股經歷了連續3日的下挫，日韓股市更是受到嚴重的衝擊，成為拋售的重災區。與此同時啊，由於這場戰爭引發了人們對油價上漲導致美國通脹再度抬頭的擔憂，交易員們對美聯儲降息的預期正在降低。最近美元指數啊又走強了，美債也走強。總之啊，这个人家伊朗為哈梅内伊要舉行40天的哀悼，那咱們資本市場啊怎麼着得搞個20天吧，10天沒毛病啊。畢竟一位大神走了，這不正好兩會嘛啊。這個中國新聞週刊報道說，有代表建議延長 A 股交易時間，建議 A 股延至下午4點閉市。近日，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這個教授田軒啊，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目前 A 股日交易時長為全球主流市場最短，存在於全球市場對接不足，與市場擴容體量不匹配，加大中小投資者成本和風險等問題。為推動 A 股適應更高水平開放，田軒建議啊，可分步延長交易時間。第一階段將下午閉市時間延至16點，與港股同步；第二階段將上午閉市延至12點，實現與港股開盤同步，使得日交易時長達到5.5小時。進一步還可考慮將上午開市提前至9點，使日交易時長達到6小時，強化與國際市場聯動。田軒認為啊，通過上述措施可以提升市場價格發現效率和流動性，增強全球影響力與競爭力，提升投資者的獲得感。也不知道他這個動機啊，出發點，也不知道他這個東西有什麼意義啊。但是如果是 T+1 的話啊，那你延長時間有什麼意義呢？延長交易時間，你這邊限制是 T+1， 那邊你跟你說，給你時間長一點，有啥用啊？對吧？你首先要實行 T+0， 你再延長交易時間，這個就跟賭場一樣的啊。賭場說你進去只能玩一把，但是我這賭場24小時開業，那你說那賭客在裡面幹啥呢？只能玩一把，完了之後在這看熱鬧是嗎？只為吃其他的消費是嗎？這邏輯是一個邏輯，就是專家我不知道這專家是他真專家嗎？對吧？你首先要求是 T+0， 只有 T+0 之後，你再延長交易時間。這個賭徒是吧？我這4個小時可以來回操作幾十次，6個小時我就能操作100次，不停的買，不停的賣。所以在這種這個規則下啊，如果你實行 T+1 對散戶的話，那你要延長交易時間，那只是給那些量化基金啊，給那些大鱷送錢。那割小散戶的時間更長了，對吧？因為人家因為資金量大，可以做到這種類似於 T+0 的效果。實際上你這個助長大魚吃小魚。但是如果咱們這個市場啊，如果你要搞 T+0， 那就是加快啊散戶的消滅。我倒是覺得挺好，要搞 T+0， 散戶啊恐怕真正的就褲衩子都配乾淨了。我們還是看看這個胡錫進老師啊，胡錫進老師這2天那是為，對吧，老朋友伊朗那是操碎了心啊，各種反制言論而且他微博發的也很多的。我今天看到胡錫進老師接受百度還是什麼
一個節目的訪談，他在做節目啊，一個視頻，一個片段啊，他說啊，這特朗普美國啊，在對伊朗的戰爭中啊，會逐漸放鬆對平民傷亡或誤炸的管理。也就是說，他那個意思就是，美國啊，會有意無意的去轟炸平民目標，然後目的是讓伊朗普通老百姓流血吃苦頭，從而摧毀伊朗社會的戰爭意志，最終引發伊朗內部革命或政權崩潰。這個回信還說啊，你這等那個老百姓啊，如果你美國精確的炸這個伊朗的軍事設施、政府大樓，跟老百姓沒關係，老百姓就看熱鬧不在乎。如果你要炸老百姓的這個大樓、基礎設施，那麼老百姓啊就沒有電、沒有水，上不了廁所，堅持不了一會兒，堅持不了幾天，老百姓就要造反，就要把矛头对準這個伊朗政府。所以胡锦老師認為啊，這個美國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就會有意無意的炸平民目標，這樣逼老百姓去造反，聲稱啊，這種苦難會讓民眾從跟我們沒關係轉向強烈反戰求和，甚至推翻政權。就我看完之後，我就感覺胡锦老師真的是不是簡簡單单的這個邏輯混亂啊，因為那個是個採訪，不是寫微博。寫微博他可以改，對吧？他可以把那個語句啊，把它捋通順，對吧？條理稍微清晰一點，顯得这個嚴密一點。因為這個現場採訪他就在那兒拼嘴，在那兒禿嚕啊，所以說的就是完全非常混亂的，自相矛盾。但是我同時感受到胡锦老師他確實是受這種蘇式教育影響下的，所以他跟那個加州老師還有迪保老人他們的那個思維能力是一樣的，就是他就認為啊，你轟炸平民就會導致平民給政府施壓，然後這個政府就要垮台。這個不正好是迪保老人在烏克蘭戰場上這冬天幹的事嗎？用寒冷，對吧？他就是炸那個烏克蘭的發電廠，這個民用能源設施，導致烏克蘭人呢在零下20度沒有電沒有暖氣。這不就是胡锦老師說的嗎？沒電沒水，1個星期他就扛不住了，他就要逼政府，就是老百姓要造反。這個有點像咱們叫，對吧？以小人之心呢度君子之腹嘛，就是以普京之心度美國之腹。他認為普京這麼想的，胡錦老師也這麼想的啊。那麼美國人肯定也這麼想，對吧？所以說美國會放鬆對平民傷亡的管理，也就是會故意誤炸伊朗的老百姓。所以說啊，這個成見是人心中什麼一座大山，是吧？實際上這個東西是根植在胡錦老師這個思維裡面的，他就這麼認為的。當然，這個實際狀況，美國以色列在伊朗的這個打擊，它再精確也難免會造成平民傷亡，這是客觀事實啊，這是不能避免。但是你說是美國要放任這種老百姓的傷亡是故意的，我覺得這個還是叫陰謀論吧。從烏克蘭的事實來看，雖然烏克蘭老百姓，對吧，冬天受了不少罪，但是烏克蘭的鬥志根本沒有垮呀，這是第一個啊。第二個呢，事實上什麼？事實上作為這個伊朗這一方，如果老百姓死亡，那他反而會利用這個，對吧，要凝聚國內的團結，這不就烏克蘭也這麼幹的嗎？對吧？你越是大規模平民傷亡，越容易出現，對吧？就是激化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鞏固政權合法性，也只有这，对吧？現在都把大家組織起來抵抗這個美帝啊！你美帝現在炸我們老百姓啊！所以說，外部轟炸造成的苦難，往往先被政權轉化為民族仇恨和團結御敵，一致對外，而不是人因為美國炸我，所以我要把你推翻掉，對吧？所以說，胡錦老師這個邏輯啊，相當混亂，他就是為了指責美國啊要濫殺平民而找了這麼一條理由，但是這個理由恰恰不成立，就是這典型的啊，先有結論再去找理由的倒因為果。當然了，這個我能理解啊，胡锦老師這是在接受人家採訪的時候，他隨口這麼說，他說不定還沒想清楚呢，隨口就來，體現了他這種，對吧，骨子裡面的這種認知。那你看看他微博就更有意思了，微博是應該說是一個字一個字敲出来的，深思熟慮的，对吧？他可以改。胡锦老師又發了好幾個微博啊，其中有個微博啊就非常有意思了，說特朗普當地時間3月3日表示，如有必要，美國海軍將開始護送油輪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這個特朗普不說了嗎？而且還要求着美國什麼一個什么金融公司，對吧？要對所有的這個船只提供合理的保險服務，就價格合理的保險服務啊，這本來是好事嘛，對吧？這是為了平抑油價呀。但是胡錦老師卻不這麼看啊，胡錦老師說啊，真如此，將為伊朗攻擊美國軍艦提供絕佳機會。伊朗如果能擊沉或者重傷美國軍艦，將產生巨大政治影響。一艘美國驅逐艦上通常有200-300名軍人，一枚導彈擊中軍艦，很可能造成較大傷亡，那對特朗普將是災難。
迄今为止，美國軍艦沒有靠近伊朗海岸線，伊朗導彈很難擊中他們。伊朗聲稱擊中距離伊朗海岸線650公里處的美國驅逐艦和補給線，但美方未予證實。如果美軍艦出現在霍爾木斯海峽，那對伊朗屬於送上門來的肥肉哈！就我不知道胡錦老師是懷着什麼樣一個心情敲下這段文字的啊。霍爾木斯海峽這個被截斷呢，受損失最大的是哪個國家？或者說受影響最大的吧？也不是說損失啊，對吧？大國肯定是在裡面啊，這中間包括海灣那些國家啊，因為它都要從那個霍爾木斯海峽把油運出來，大國是對吧？有很多的油要從那兒買。人特朗普是去保護那個霍爾木斯海峽的暢通，但是胡錦老師希望啊，對吧？老朋友抓住這個機會。胡錦說啊，霍爾木斯海峽最窄處只有33公里，軍艦通過時岸炮都能打到，無人機和短程導彈如果發動飽和攻擊很難防範。美國軍艦護送油輪通過該海峽可能成為靶子，一旦被擊中，岸上的人肉眼都能看見，會有視頻在社交媒體瘋傳。這胡錦老師他以前還去過伊拉克戰場啊，他在塞爾維亞戰場也待過，也就是說他雖然不是個嚴格的軍事什麼媒體記者的吧，但是他對軍事應該了解一些，最起碼的，對不對？就是美軍護航油輪，對吧？保障這個霍爾木斯海峽通行和美國軍艦必須在霍爾木斯海峽待着，這是一碼事嗎？也就是你一個油輪啊，那後面的美國派個軍艦跟着後面什麼？人家保護霍爾木斯海峽安全是指進行雷達的吧？導彈，它可以遠距離啊，600公里以外、1000公里以外，這照樣可以保護啊。它又不是防海盜，對吧？它是防導彈，對吧？這是兩碼事啊。就是一說美國軍艦護航或者叫什麼保護啊油輪，胡錦老師就認為這個，那你就在霍爾木斯海峽的放多少艘軍艦放在那兒，然後成為這個伊朗啊在岸上的這個大炮的靶子，也只有33公里嗎？那麼寬可以炮擊，你這不是想多了嗎？胡錦說啊，他說老胡懷疑特朗普就是這麼一說，給輿論打氣，在沒有把伊朗導彈系統徹底摧毀之前，很難相信他真有膽子命令軍艦護航油輪通過霍爾木斯海峽，而且已經有多艘油輪被擊中。油輪敢不敢跟着美國軍艦穿越海峽也是個問題。海峽最主要是一個是水雷，對，也就是說這個伊朗人也可能在這海峽布水雷，這個風險比較大。一個就是導彈啊，無人機襲擊。導彈無人機襲擊根本就不需要軍艦過去，對吧？人家遠遠的可以一樣的啊，可以提供保護。胡錦說啊，霍爾木斯海峽是接下來焦點之一，伊朗會力保封鎖該海峽的能力，美國也會重點打擊伊朗的封鎖力量。等到美國真能用軍艦護送油輪強行通過霍爾木斯海峽時，它意味着戰爭已經接近了尾聲。這個倒是胡錦老師看得挺準的啊，也就是說，等到霍爾木斯海峽呀暢行無阻的時候，戰爭接近了尾聲。實際上，伊朗封鎖霍爾木斯海峽，它是個雙刃劍。什麼叫雙刃劍呢？也就是你想想，伊朗現在是物資匱乏，對吧？又缺錢，又沒有外匯，他自己一滴油也賣不掉了，他自己無人機、沙赫德還有導彈，那玩意兒都要進口，對吧？很多零配件嘛，都要從很多國家進口。你霍爾木斯海峽已經封鎖，對吧？它只能從陸地啊，陸地也不容易啊。也就是它這叫傷敵800，自損1000，對吧？這個導彈再射2天就沒有了，明天後天你看看伊朗還能發出多少枚導彈出來，生產也來不及啊，對吧？原料要進口，完了進口要外匯啊，還要錢呢，那外匯得拿石油去換呢。伊朗就是因為沒錢導致現在這個局面嘛。如果他但凡有點錢，國內老百姓也不至於起來這個，對吧？抗議呀，他就是缺錢，現在他自己油也運不出來，換外匯沒希望了，然後他還得去買這些導彈部件、無人機的部件，上哪兒買去啊？跟俄羅斯買啊？俄羅斯人家自己還缺呢。胡錦老師啊，他是為了反美而反美，這個有點上頭了。如果你是為了反美而反美，你就會失去理智，對吧？你分析問題也分析不清楚，就是鬧笑話。胡錦老師又發了個微博，他說啊，昨天在一個直播中，主持人問我伊朗是否有教訓可以總結，大概說的就是這個直播啊。我剛才前面說的那個胡錦老師說美國人呢要放任平民的傷亡，別有用心，大概就是這個直播啊。他自己就說了，你看啊，他說伊朗是否有教訓可以總結？胡錦說啊，是的，說伊朗有悠久歷史，獨立自主的願望很強烈，有針對強權的反抗精神，這些都是值得外界尊重的。他說然而呀，伊朗政權執行了一條不切實際的道路，保持了與自己實力不相符的雄心和地區願景，在與美國、以色列和地區遜尼派的鬥爭中，逐漸把自己帶入了孤軍奮戰、高舉大旗的境地。他發展核
核能這一行動沒有為他增加任何實際好處，反而嚴重破壞了自己的國家安全環境。他這個微博挺長的，我就介紹一下啊。但是最後他話锋一轉呢，說回过頭來我要說，能夠冷靜智慧地處理外部挑戰，如強權霸權有章法的周旋，這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情。看看冷戰結束後的俄羅斯、烏克蘭、塞爾維亞，直到中東多個國家先後遭遇了巨大的動盪乃至戰爭，國家耽誤了發展，人民經歷了各種困頓和苦難。看看大國周邊，僅在過去不到1年裡，印巴之間、泰柬就泰国柬埔寨之間，還有最近的巴阿之間先後发生了戰爭。胡锦老師說，和平不是白來的，發展也不是白來的，能讓帝國主義不寒而栗的強大實力更不是白來的，它是國家戰略智慧的結晶，是幸運。胡锦老師這個說法啊，如果讓哈梅內伊在天有靈的話，那也是嘚的起批了啊。他說的什麼話呢？他就说伊朗的這個神棍政權呢，這個應該叫空想主義吧，或者叫什麼左傾右治病，類似這個意思啊，就是一條不切實際的路線嘛。在跟美國帝國主義，對吧？以色列叫猶太復國主義，還地區遜尼派的鬥爭中，伊朗成了孤家寡人，就這意思。你這個對吧？我要是哈梅内伊，我這是怎麼着？晚上給他托個噩夢，這太過分了吧？這是正義聯盟，對不對啊？你把正義聯盟大哥放哪兒了？那大哥跟伊朗不簽了什麼戰略什麼協議嗎？對吧？比那個跟朝鮮簽的那個等級稍微差那麼一點，那也是簽了協議啊，那也是戰略夥伴呢。怎麼叫孤軍奮戰呢？對吧？這邊還有二哥啊，對不對？你這個時候啊，看人家挨揍了，你把人家推出去了，說他一個人啊，你說胡锦老師這壞不壞？這叫陰壞啊！人家看人家挨揍，你現在跟人家劃清界限，說他是孤軍奮戰，說他一個人啊，跟咱沒關係啊，跟這個俄爹沒關係，跟咱也沒關係。你說伊朗這個教師集團他能不生氣嗎？你有法跟這些什麼正義聯盟打交道嗎？是吧？出事了就一推369啊，劃清界限呢，說他是孤軍奮戰呢。現在不抱怨這個伊朗說高舉大旗，孤軍奮戰，請問正義聯盟的大哥們在哪裡？為什麼不出來主持正義？然後你看啊，他說這個帝國主義很惡毒，美國在全球搞霸凌，支持以色列在中東搞霸凌，惡劣環境之下，伊朗未能以現實主義的態度處理不斷積累的各種風險，缺少戰略回旋和化解措施，不僅自己遭受了長期制裁，而且最終被美以当成地緣政治的出头鳥聯合打擊。大哥二哥在這天天唆使伊朗出頭，尤其是大哥，對吧？大哥天天唆使伊朗，伊朗在唆使那個什麼抵抗之狐在那兒搞事，現在被打了，大哥把頭一縮，跟我沒關係，二哥又說我可跟我沒事啊。這伊朗一看，我靠，這都是什麼人呢？現在反而遭到胡锦老師嘲笑，說他沒有智慧。胡锦老師這話啊，你仔細聽聽，說白了就是他就是在曲裡拐彎的在讚揚東方智慧，不就這意思嗎？最後還是東方贏了嗎？你為啥呢？你看這個在惡劣的環境之下，伊朗沒有能實現，對吧？現實主義什麼處理不斷積累的各種風險，那言下之意就是你看咱們處理的多好啊，你學學咱們呢，東方智慧，不就這意思嗎？或者叫大國式的智慧。伊朗如果要總結一下的話他確實路線走錯了，他這悔不該當初對吧？跟這些什麼正義聯盟混在一塊，這也是咎由自取啊。但是現在悔之晚矣啊，你想跳船都來不及了。這就好比这個埋怨這胡锦老師今天改成埋怨鎮關西說你為啥就逼着這個盧提霞動手呢？你看看調戲民女的很多對吧？你看這咱們不沒被人打嗎？你看你怕被人打，昨天讓鎮關西对吧要扛對吧？這盧提霞一會兒就打累了，就要認輸了。今天又說你這個鎮關西你怎麼能變成孤樹一幟？你就變成一個人，完了你怎麼讓這個盧提霞打呢？伊朗這幾天進行了殊死抵抗不管別人怎麼看，老胡對他們的這種不屈精神與增進。也就是說盧提霞打着鎮關西現在對吧在那兒扛了3拳，這個老胡對鎮關西這種不屈的精神呢給予增進，已經到了這一步，除了抵抗別無他則。你看好話賴話都被胡一金老師說了，路都被胡一金老師堵死了這個朗要是有人知道胡一金老師這樣，估計是氣得恨得牙癢癢。胡一金說但我也為伊朗沒有能夠以自己的戰略智慧避免陷入當前的困境，讓自己的人民付出巨大代價，領導層自己也付出了沉重代價，感到
深感遺憾。你看，這翻譯一下就是啊，胡锡进老師說啊，我也為鎮關西沒有能夠以自己的戰略智慧避免陷入這個被这個盧提轄打的困境，讓自己付出了沉重代價，我是深感遺憾。那也就是鎮關西这個智慧還是不夠。最後胡锡進老師自豪了一回啊，对吧？就是他沒有。他這個主題啊，呼之欲出啊，就是東方智慧。你反觀東方嘛，對吧？環境是一樣的，你看看多好。所以說這個哈梅內伊啊，那棺材板都已經按不住了。真主問哈梅内伊啊，給他一次機會，說你放你出去，你只能殺一個人，你殺誰？哈梅內伊想都沒想啊，不是殺，對吧？特朗普，殺老胡。真主一聽，哪個老胡啊？內塔尼亞胡是嗎？哈梅內伊說不是，是胡雕盤，他比這個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還可恨。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